斑点滴真的有效吗？我们从内容物来拆解真正的肝斑治疗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是邱文锦医师的代谢，你好吗？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医美门诊超级常见，但很多人都误解的问题：肝斑到底为什么要用点滴治疗？而且今天我们不只讲有效没有效，我们要直接拆开里面的内容物哦。因为很多人以为肝斑点滴就是把一些美白成分打进去，但真正的医疗逻辑其实完全不是这样。现在国际皮肤科越来越认为，肝斑不是单纯的变黑，它比较像是一种慢性发炎、血管异常、氧化压力失衡，加上荷尔蒙与紫外线共同刺激的光老化的疾病。甚至近年的研究会看到，很多肝斑的患者的皮肤，它其实血管增生的更多，自由基压力更高，皮肤屏障更脆弱，真皮层发炎更明显。所以现在真的成熟的肝斑治疗已经不能是单纯的漂白，而是第一个降低发炎，第二个降低氧化压力，第三个稳定黑色素，第四个修复皮肤环境。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医生开始把代谢型点滴治疗加入肝斑疗程。